啊，問翻呢個紫微斗數盤嘅，記住紫微斗數總共有12個宮位啊，係反映一個人喺人生入邊12個主要嘅問題嘅，主要嘅問題嘅。咁人哋要問咩問題，咁基本上咧都係喺呢12個宮位入邊咧，可以揾到大概啱佢嘅宮位嘅，肯定有宮位啱你要問嘅問題嘅。比如話呢個男嘅，呢個係佢嘅命盤啊。咁啊，問2026年嘅健康運，咁健康啊睇邊度咧？睇疾厄宮，睇疾厄宮，我哋揾到呢個疾厄宮就得噶啦。比如佢呢個疾厄宮咧喺呢個位置喺呢個位置。咁佢呢個疾厄宮睇到啦，睇到呢個疾厄宮啦。咁呢個疾厄宮我哋再睇。呢個疾厄宮入邊主星有太陽旺呢個主星咁呢個太陽旺咧就證明佢嘅能量就好強啦。太陽呢個主星係屬火嘅，咁佢落喺人宮咧呢個甲人宮咧又屬木嘅，所以增加咗佢火嘅力量啦。咁火咁旺咧，咁就要小心邊方面嘅健康問題咧？血液、眼睛、心臟等等嘅問題。另外咧，要注意呢個容易上火、皮膚病、暗瘡等等嘅問題。仲有年紀大啲會爆血管等等嘅一啲問題都係會比較多下嘅，會比較多下嘅。但係咧，佢問嘅2026年嘅健康運，佢總體嚟講咧，佢身體就要注意呢一啲啦。咁喺2026年要注意咩嘢咧？要注意咩嘢咧？咁我哋睇翻2026年，咁我哋睇翻2026年佢落喺邊個宮位啦？好，咁我哋最緊要咧睇翻嘅2026年丙午年，丙午年呢個流年落喺邊個宮位？如果落喺啲宮位咧係沖克佢嘅，咁就會麻煩啲。我哋睇翻佢丙午年呢個流年落喺邊個宮位丙午年流年落喺邊個宮位？咁我哋睇翻佢呢個不過佢呢個斗數盤咧就冇將流年排出嚟都冇所謂都冇所謂。我哋發覺咧，佢呢個流年所排嘅宮位落喺申宮，落喺申宮，即係2026年2026年呢個流年咧落喺呢個申宮。申宮咧相對嚟講係衝擊呢個疾厄宮嘅。疾厄宮本嚟火就旺，受到呢個流年嘅衝擊咧，呢個火都會更加旺所以咧明年要特別注意我頭先所講嘅血液眼睛心臟血管等方面嘅疾病。另外咧仲要小心皮膚上火等嘅問題。當然皮膚上火呢啲係小事啦，最怕就係血液心臟血管等方面問題咧，就一定要注意啦就一定要注意啦。OK， 好，我哋再嚟睇佢問嘅事業運。咁事業運喺紫微斗數嗰度一般係睇邊度咧？有啲人話會睇財帛宮，有啲人會睇官祿宮。一般咧佢講嘅係事業我哋就直接睇官祿宮就得噶啦官祿都唔得嘅。好，咁睇翻個官祿宮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喺呢個宮位2026年落喺呢度2026年落喺呢度，事業宮落喺呢度。我睇翻天府喺呢度係得地嘅係得地嘅，又落喺亥宮。所以咧呢個人咧其實佢整體嘅命盤嚟講咧，事業都唔錯嘅事業都唔錯嘅，應該係一個二把手嚟嘅即係話咧應該係類似於老細嘅秘書老細嘅副總即係類似
係一個中層管理人員咁樣啦，可以咁去理解啦。天府加右弼天府加右弼咁明年咧，呢一個落喺申位，咁申會扯動申子辰會扯動申子辰都會扯動嘅。明年嘅流年咧會扯動呢3個宮位一個子女宮，一個交友宮。咁扯動交友宮嘅時候咧，對呢個事業宮位咧就有少少嘅影響有少少嘅影響只不過係佢交友呢邊咧係天同加太陰入廟立皇帝，再加上咧佢呢度係好似係睇先係化四化，睇下化乜嘢四化係化權、化科、化祿嘅。明年咧佢嘅命盤顯示咧，仲有可能會有少少升職加薪嘅可能所以事業運唔錯嘅明年。感情運一般都係睇呢個夫妻宮啦，睇夫妻宮落喺申子辰4個宮位流年，我睇翻呢度化忌化權，落咗化權 OK， 天機加夫妻有2種可能，如果結咗婚嘅話咧，會因為有仔女嘅原因可以使到兩夫妻更加和睦嘅會更加和睦嘅。咁如果未結婚咧，咁明年又牽動仔女宮，會牽動呢個夫妻宮，咁極有可能有結婚嘅可能啦所以總體嚟講咧，如果係男人問命盤，健康就麻麻啦，事業係有升職加薪可能嘅，感情嘅話咧係會更進一步嘅。所以咧總體嚟講，紫微斗數如果睇命盤嘅話，明年就淨係注意呢個健康問題就得啦OK。紫微斗數咧其實比八字比奇門遁甲更加容易嘅。紫微斗數無非就係你問乜嘢我就睇乜宮位睇完咩宮位之後咧，我就睇翻流年個宮位，或者流年個宮位喺呢度，佢對呢個宮位嘅一啲影響係計呢啲數嘅啫，計呢啲數。視頻中邀請到許羅葉道長，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許羅葉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喺道教法術、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許羅葉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如想進一步了解，請聯繫我哋。